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的台湾国内又个病院发生注疫苗的问题啊，伫咧台中大理的仁爱病院，甲44个西药剂的患者注第2档 AZ 疫苗，而且这疫苗药水注了上过少。病院也承认讲是医护团队的失误，目前卫生局甲病院停权处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个患者等来甲疫苗药水注互充足啊。新北市文主公病院则因为注 BNT 疫苗疏失，去用罚25万。台中市大理仁爱病院即嘛传出9月29，捌替44个西药剂的患者注第2期 AZ 疫苗，原本应该注的剂量是0.5cc， 结果医护人员敢若注0.1cc， 出现剂量严重不足的疏失，所以院方赶紧叫患者回来补注。我有重新再打一次啊！你们有重新再打一次哦？他 AZ 他说打不够。再打一次。大理仁爱病院是迄天下晡疫苗注射后清点的时阵，发现疫苗有剩，才发觉注唔到剂量。院方召开记者会对外回释咧，根据院内的调查，先是西药知识的护理长无看清楚说明，过来就是规个医疗团队无落实3通5对，连环的疏失造成这个错误。他3赌5对，他这个过程中他就是疏忽了，把应该打0.5看成打0.1。是这样的。44个西药剂的患者，除了4个人因为个人的因素拒绝以外，其他患者伫10月初1拢经补注0.4cc 的疫苗。目前这间病院注疫苗的部分，去卫生局停权处分。院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紧急通知民众补种及关怀追踪。目前卫生局已对该院接种公费疫苗停权处分。我们已经要求院方就是提出检讨报告，那加强这个院内的人员的训练。台中市卫生局提醒，因为大理仁爱病院已经封停权，立作民众已经透过1922医药平台医药伫这个所在注射，会另外打电话通知民众转到卫生所注射。大理仁爱病院是表示，对44个西药剂患者后续的健康状况会持续追踪，并检讨相关的工作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的本土病例，不过有5个带病入境甲1个死亡个案。另外，指挥中心有表示，讲这二级警戒时间会延长到10月18，不过一寡规定会来暂且放零。亲像 KTV 这寡娱乐场所是带条件来开放，伫咧餐厅内面食饭是唔免菜价帮，也唔免浪费济啊。不过这8大行业也是爱暂停营业。另外，以后增加1个是注 BNT 疫苗了后，疑似的死亡个案是这个往生者是一个48岁查甫人，目前相关案件也正在调查。全台拢咧注新冠疫苗，不过却传出国内第1例注 BNT 疫苗了后死亡通报的案例。个案是48岁男性，顶个月28注 BNT 疫苗了后转去，并无任何状况，不过隔天出现头壳痛、手骨酸痛。10月初2透早开始胸坎仔痛，全身流凊汗，先紧急送医急救，医院死亡。那这个个案它本身是有慢性的肝炎病患，有高血压跟混合型的这个高血脂症。那目前他的死因当然还在就是由检察官跟法医这边在研判当中。另外 ，AZ 疫苗新增加3例死亡，莫德纳增加4例死亡。指挥中心表示，死因由检察官甲法医调查当中，考虑国内疫情已经缓和，而且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宣布为10月初5到18维持疫情警戒第2级，不过有条件开放部分娱乐场所，比如电子游戏场所，顾客限1人1机，佮禁止食物件，逐工爱2摆环境甲机台清消。MTV、KTV 只开放啉水甲非酒精性饮料，除了啉水以外，爱专程挂喙暗导游、麻将受限馆等，邮具甲桌面爱清消过，才能互下一组人客使用。建议顾客爱挂手笼。除了这个短暂的饮水饮料之外，全程都要戴口罩。那就是你拿麦克风，在唱歌的时候都是要全程戴口罩。伫餐饮部分内容无限，隔板或者是1.5公尺的距离，宴席开放，离岛、敬茶、敬酒等社交活动同时放零倒菜自助餐等提菜方式，超商食面也无限制专人入来卖。敬酒最主要是致意啦，过去跟可能一些好朋友们，大家表达一下好久不见哈，所以不是在那里拼酒量的，大概是过去然后跟大家致个意，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
也要适度调整宗教场所甲宗教集会活动的防疫管制，开放专程坐车进香团类活动。啊，毋过，市境游行甲行路进香活动依然无被开放。大时阵，每小上济4个人，伫国家公园部分停车场数量应开放到8成，生态保护区应开放申请进入。山岳大人由原本1/3调整到1/2，啊，毋过歌厅、舞厅、夜总会、酒店等8大场所依然是无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已经是渐渐稳定，湘北地区续落来也拢有走马拉松的比赛。讲到这个走马拉松的比赛，那准是做过一条，或者是咧比赛前3天有体检阴性证明的，伫咧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当变挂嘴安。另外，中央对初5开始带条件开放 KTV 营业，新北市是要求 KTV 业者就要先提出申请。那讲到台北市的部分是要求民众去到 KTV 的时阵就要实联制，而且也着爱揸手机啊！今年全台湾头一场正式举办的马拉松比赛，列岛火烧岛马拉松，初3透早开始走，说来台北马拉松伫要伫12月举行。因应本土疫情转好，台北市政府同意参加人伫过程中喙会当摕落来，啊，毋过爱有以下条件之一，像讲捌做过一剂疫苗14天以上，也是捌感染到治疗后的证明，也是提出最近3天内的阴性证明。有的人跑到终点，他还这个整个呼吸等等还很顺畅，有的人可能已经需要给他好好的喘一喘气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用尽快来协助他把口罩戴上。新北市11月2日原来有万金石马拉松比赛，新北市政府讲，参加马拉松必须要提出3选1的证明，除了路跑以外，起点甲终点的时阵，喙暗也是爱挂起来。中央为初5开始放松户外的防疫限制。民众若是爬山，还是去海边啊游泳耍水，会当唔免挂喙暗。起来先挂吼，口罩先戴面，戴面的作用就有差，啊，等下就等于安那吼，所以这个开用以后，免这割掉嘞吼，方便啦。会错身而过嘛，你很难保持距离啊。对，尤其礼拜6、礼拜天人又更多。初5开始，中央原来有条件开放，亲像 KTV 等部分休闲娱乐场所。新北市加中央同步，副市长刘浩然是讲，新北市境内有359间业者符合资格，会当提出申请。只要中央的公告或是相关的公文书一送到地方县市政府来，我们原则上以1个工作天的这个行政时间，就要立即对我们这个室内的业者进行公告。每一个包厢要有它确实的实名制或实联制。到台北市的 KTV 必须要带手机，如果你没有带手机的话，原则上我们业者可以禁止你进入，因为我们会在警察会去稽查的部分会确实来查核实名制。台北市副市长吴宣宣是讲，若做消费者入来台北市 KTV 无插手机啊，业者会当唔免好入来。重点就是中央的细节出来了后，会变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64岁伫咧外包公司做清洁人员的负责人，伊伫咧放假凌晨时捷运站甲人摒扫，说因为伫5个月翕配一前去染到武汉肺炎，清洁公司却无认定讲染到武汉肺炎算是职业灾害。劳动局表示讲，若准是公司唔处理，会当家己去送件去到劳动局。另外，劳动部也拍算讲，要甲武汉肺炎列做是职业病，上紧伫10月中就对外公告啊。从5月份本土疫情爆发以来，有几个大众运输的清洁人员去验到新冠肺炎，其中一个64岁外包的清洁人员，伫疫情的重点区域台北捷运龙山寺站伫服务。迄当中有一个疑似确诊的个案，伫捷运站内底停留，造成包括清洁人员、还有站务人员、甲保全等5个人染病。这个清洁人员确诊了后，是几下病情真危险，因查某囝家到申请职业灾害，不过因为因公司无认为讲这是职业灾害，一直到9月底伊过身进前，申请职业灾害是四界碰壁。劳保局表示，若是公司拒绝伫申请书顶悬登印啊，也是会当提供证明的资料，家己送件来申请。不过目前是还未收到这个清洁人员的申请。除了要减负这个申请书及诊断书，只要续明他的工作内容、拟病的原因跟经过，并且提供相关的佐证资料，感染源不明确，劳保局也会向卫福部的疾管署或各级卫生主管机关
洽调相关的议料。劳保局强调讲，只要提出申请，劳保局会以职权启动行政调查，袂影响被保险人的权利，万免家己去证明感染源。根据劳保局的统计，为去年1月份到今年9月份，因为确诊新冠肺炎请领职业灾害给付的有83件，内底以医护人员36件上济。劳动部嘛按算甲 COVID-19 列作是职业病，会当减少劳工基层的困难。SARS 在等于说那一波疫情结束之后啦，它也是列到我们的一个职业病的一个种类项目，我们倾向会把它列进去啦。这块应该10月中旬就可以上网咯。COVID-19 列作是职业病范围，工作场所也有做工课的内容。劳动部也当伫咧议定当中，上紧伫10月中就会公告伫网络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振兴5倍券伫10月初8就要开始施行啊，有真侪中低收入户反映讲因选是所谓版本的5倍券了后，才发现讲着爱先开钱去买物件，才会有优待，对因这寡弱势族群是真无方便。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中低收入户若阵有这款的困扰，会当去解除换别种的方式。另外，邮局对早起9点开始登记抓本的5倍券，到下晡5点为止，登记的数量已经有43万7千多份啊。振兴5倍券10月初8开放领用，不过即马所传出部分的中低收入户的民众反映讲，绑定所谓的5倍券了后，才知影口座内底爱先欠5000块消费了后，政府的回馈金才会入去口座。伫咧使用的时阵是真困难。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受访的时阵表示，会协助中低收入户等等的弱势民众来解除所谓绑定。有一些确实会先消费再回馈。那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会同意这个中低收入户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困扰，可以让他解除绑定。中华邮政早起9点开放预约纸本的5倍券，网页一日开始就故障，民众就算有开手机甲电脑准备要来用，不过还是无法度入去。王美花表示，初步的了解是邮政系统出问题。蔡政府执政了后，伫精湛基础建设、防疫纾困进行预算是少8400亿，为着要买 F-16V 的战机甲飞弹研发生产，阁少2400亿，拢总计在2条1600亿的特别预算。这嘛引起立委质疑讲，安尼敢会坐流惊顺，引发财政纪律的败坏。那总共蔡政府不到6年间，特别预算就要举借2兆1600亿，请问部长，财政败坏会不会再留祖孙？虽然我们特别预算是这样子，但是总预算里面，我们最近这几年总预算从107年到现在，今年应该预计可以实支还本850亿，总共这4年加起来已经还了将近3000多亿的这个实支还本。以前的还本强制还本是举新还旧，所以债还是债那么现在我们就实支还本，是实际的减低债务。苏建英强调讲，会想办法伫经济环境来改善，税收增加的情形之下，一方面因应政府的经济发展需求，一方面伫税收增加的时阵减少机制，发挥面对冲击的时阵应该有的财政韧性，这个部分会谨慎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委托外面的厂商制作这个详细这个影片，不过这间公司却把瑞士山区的影像摕来当作是玉山。虽然讲这间电影公司有出面来回实力，不过前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认为这间电影公司伫咧讲白贼。讲到这个有著作权的影片，哪会当摕来乱用呢？另外，也有机关质疑讲，这间公司成立无偌久，就标到外交部案件，认为这个标案恐惊是有问题。外交部为我制作的2021台湾有利国庆底片，其中玉山主峰空中区的画面采用瑞士山区的画面，负责制作的阿莱亚电影公司回实力表示画面伤工，才看唔到。不过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伊就讲，电影公司应该是讲白贼，因为领做有摕到著作权，哪会分不清楚所在？认为有侵权的疑虑，袂当回实力都无代志。我不认为这是疏忽，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其实会让很多人存着侥幸的心理。想说我不想花钱去买版权，然后我就用蒙混过去，没有人发现就算了，必要时可以求偿。那类似的导演或者单位应该是永不录用。
若是所在来源有疑问，阿莱亚电影公司2018年10月7日设立登记，当时就已经快速争取到外交部双橡园的影片制作。2019年的时候，刚好外交部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双橡园，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创这间公司，叫阿莱耶电影有限公司，然后就去争取了这个案子双橡园。阿莱亚电影公司后来陆续，原来有接到真侪外交部的案件。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就这支国庆影片的案件是采用限制性招标，不是公开招标。连做是相信阿莱亚公司真特别，哪会出现这种的错误？如果外交部这么了解阿莱耶的这个能力，认为它是有特殊的水准，所以要用限制性招标的话，那今天所出的所有的包，是不是外交部就要负全责？对于影片突袭，外交部已经回息个修正影片，但是外界对限制性招标这个疑问，到一个进前，外交部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个高铁疑难站无问题。广告今麦为止呢是伫咧风声蹦扰，到今也个人伫咧讲，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德胜的故乡就伫咧宜兰的四城，伊一直拢有伫咧操作遐的土地。吴德胜今仔日表示，讲即寡话拢是家己冤枉的。毋过，就立委认为讲高铁疑难站若准伫咧一个月内无法度解决，交通部长就爱落台负责。交通部长王国材9月25去宜兰，含在地沟通高铁延伸去宜兰站选地址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无因为沟通来解决，甚至佫互惹出别项代志。宜兰四城的工程会主委吴德成去互批评讲有炒地皮的嫌疑。吴德成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伊讲伊是去互冤枉的，这根本就是无影无遮的代志。尤其是涉及到我个人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不是实际啊，我觉得非常冤枉。我是希望你能够用政务委员的身份尽速去协助王国材部长，一个月来，那个宜兰能够为了站者问题还在吵，王国材要下台。有民进党立委认为讲，若是一个月内宜兰高铁站的地点也无法度决定，交通部长就应该爱负政治责任。也若捌做过宜兰县长的立法院长游锡堃，是佫一概表态反对选伫四城站遐。伊讲伊捌当面问过交通部长王国材，伊的专业是伫倒位。游锡堃佫讲，西部几个高铁站拢是新市定开发失败案例。诚恳的希望交通部在评估的时候，你有一个专利非常重要，你就是要考虑宜兰县的整体发展。西部很多新市镇是失败的，比如说台南、嘉义、彰化、云林失败了。真的很谢谢游院长的指教，因为他是宜兰人最清楚了。那他的一些建议我们都有听进去。那我已经把4个站的优缺点都讲出来。交通部强调讲，目前高铁宜兰站选自治的4个方案，拢有优点嘛有缺点。其中宜兰站面对上大的工程的考验，包括铁路高架化、甲铁路设站了后，沿线大规模拆迁。交通部嘛伫咧评估，敢是有其他冲击较细的可能性，嘛一定会尊重在地意见。也若目前是拢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的军机，最近这3天有要到100只的飞行机飞来到咱的西南空域。美国的国务院也发声明批评中国，认为这款行为是无妥当的。面对着中国威胁，咱的国防部也拍算伫咧华天台东之间的大高线要起第6条的战备跑道。交通部长王国材伫今仔日讲表示支持。50次飞行员带感战机出兵。国军汉光37号演习，战机伫屏东的嘉东战备道顺利来起落，嘛完成归台湾5条战备道的验证。不过，目前战备道除了讲嘉东是省道，花坛、民雄、麻豆、仁德这拢是高速公路。国防部嘛拍算要来兴建花东战备道，已经甲交通部来协调，有得到支持。就是说，现在事实上在我们高速公路跟省道上，现在应该有5条。如果在东部，我们会支持。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如何用现有的战备道来让我们的整个气象更有效能？我想我们都已经列入我们的整个战备的考量当中了。花东战备道估计要甲兴建伫台九线的这个关山直上这个路段，规路拢是直的公路，边仔两边是稻田。目前还阁咧评估当中。专家分析讲，台湾西半部受到中国不断的威胁，
东部来增加战备道，战争的时阵就通加一个预备的所在，嘛当利用中央山脉来做掩护，增加强军引起步调的困难度。从地形地貌来讲，它是介于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中间，所以中央山脉可以阻挡部分的那个弹道飞弹的来袭的弹道，那海岸山脉可以阻挡从海面过来的巡弋飞弹的攻击，所以又给这个发动的战备道更高的存活率。您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最近强机来扰乱台湾是愈来愈密集。10月初1到初3，3天拢总到93个架次。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伊主动来出声，落重话咧批评北京政府因来破坏区域的和平。伊强调讲，美方会煞咧来协助台湾来维持自我的防卫能力。外交部嘛感谢拜登政府会当来谴责中国的这款抢渡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中华职棒统一赛的球员杨家伟，今早起伫咧台南食酒赛车，佮甲人相嗌。职棒大联盟发表声明表示，因是袂使允准食酒赛车的行为，杨家伟直接去互开除。另外，伫咧屏东也有消防队员食酒赛车去互掠到，伊佮唔管酒测，爱该罚18万以外，佮技能小过。地石轿车驶伫台南永康福国路甲福兴路交界所在，好亲像无保持安全距离，对撞头前的货车。驾驶是职棒统一赛队的球员杨家辉，酒测达1.03，被依上罚班。已超过标准值0.25哈。那另外自小客货车驾驶酒测值为0啊。统赛去年6月要球员就后开车，中华职棒大联盟佮互人讲处罚伤过轻伫受罚。联盟发声明表示，会以修改了后的新制规定来处罚。杨家伟恐惊禁赛70场，罚款48万以上，甚至被开除。毋过球队先处罚认定伊开车肇事，酒测了后超标真济，违反球队规章甲选手契约精神，该开除。为什么要酒驾？可以讲一下吗？杨家辉面对提问无讲话，屏东印度消防分队由现任的消防员初3暗时因为骑车摇来喊去，互警方查落来，暗过伊拒绝酒测，先被罚18万。驾驶人拒绝酒测，并向知情员警表示系公务员身份，请求员警放他一马。警方表示，公务员甲一般人规范共款，拒绝酒测，除了罚18万，也会吊销执照，3年内未当考照。怕有成分在里面，所以就拒绝接受那个酒测。伊承认酒后开车，毋过伊只讲只有食烧酒鸡了后开车，行路记录才拒测。毋过屏东县消防局记2支小告，佮将列为重点督导对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有一位杨先生，昨下晡经过台北的放假公园，有关警方要来甲伊查面身份。杨先生认为讲警方袂当无缘无故就甲人查，记住了后煞去互带转去派出所。杨先生认为警方妨害伊的自由，决定要提告。画面内底这穿乌衫的查甫人是一直行，手嘛一直举向头前去，警察就对伫伊后壁，这2个人是哪行哪弯。袂少警察是当场甲伊抓落来，而且要甲伊临检。毋过代志过了后，这个杨先生煞控诉警方执法不当，违法甲伊调查。你可以说我长得不好看，你也可以说我长得像坏人，那随便你。但你盘查必须要依法盘查，我没有犯罪嫌疑，我绝对没有犯罪嫌疑。杨先生讲，初3下晡点外，伊出去买中昼顿，煞常常拄到警察要甲伊临检，原因是伊经过放假公园。毋过伊实在是想无，公园并毋是指定临检的地点，伊嘛无犯罪嫌疑，根本就无符合受检的条件，所以伊才会拒绝。毋过煞去互警察硬带转去派出所，一直到确认伊的身份了后，才放伊走。因若警方是回应讲，一切拢依法来处理。发现另一男子情绪可疑，见警盘查即快速离开。员警便上前拦查，该男子拒绝出示证件及告知身份，便请其回派出所查证身份。警方表示，警察这款刑事法规定，在公共区域或者是合法的场所，合理怀疑对方有犯罪嫌疑，就会当行使伊的职权，而且要求临检。确实观察到有犯罪嫌疑的，包括看人的眼神无正常、行踪可疑，或者是驶车乌白转换车道等等，拢会特别注意。
不过，这个杨先生目前是已经提告妨害自由，接落来一切会交予司法来裁定。记者综合报道。婚姻的卖料对今日开始办理3000块的进行礼金登记。工作统计，讲卖料乡地有48000人，其中65岁以上民众，若准包含这个月公所所发的，还有县政府发的中央敬老金，这回尚无会当领到9000块。公所大厅客家10桶桶，真侪人透早就来排列，都是要来登记公所准备发的3000块进行礼金。婚姻卖料乡公所随时开放进行礼金登记，只要是今年8月31进前涉及伫个卖料民众，就会领到3000块进行礼金。公所统计全乡涉及人数差不多48000人，有算超过1.4亿财源来自公所家己走总的财源。裁员的部分就是我们公所的那个自由裁员。就是从我们的一些课税收入，还有就是以前年度的一些结余款。涉及伫卖料的老大人，除了公所发的3000块进行礼金以外，这礼拜公所阁会开始发5000块中央礼金，佮加上县府要1000到万字的敬老礼金。65岁以上民众，每一个人一个月至少应领9000块。70哦，你安尼算的，你这届安尼领偌济？1万哦。哦，赞，安尼赞。赞吼。赞，安尼阮带袂着啊，福利袂歹。公所按算10月20统一发进行礼金，老大人领的搁较济，乡民希望这笔钱应用伫基本生活开销，也减少疫情所带来损失甲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全世界消息。讲到2021年诺贝尔生理奖，这回是颁发予发现温度加触觉感受器的2位美国学者做伙来得到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大卫·朱利尤斯教授，伊用咸姜仔内面的咸姜仔素，会当分别出皮肤对烧气反应的神经传感器。另外一位是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生物学家阿登帕塔普蒂安，伊找到细胞内面对机械性刺激气反应的感测器。伫咧美国加州南部的外海，伫当地时间初2早起发生漏油事件，可能是海上正洋平台油管破气造成漏油，这块油流出来也造成污染。发生的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为空中协会画面应看到，位加州南部的杭廷顿海堡到新港海堡附近海边拢是油污，沙坡顶悬也有污染物。海岸防卫队估算污染面积差不多13平方英里，相当130个台北大安新民公园。There was a discharge of oil, of heavy crude oil that took place. We assess about 4.5 miles off the coast of Huntington Beach and Newport Beach. 外电报道指出，负责管理油井总部设伫德州休斯顿的安普利菲能源公司，事发时阵在做石油公路检查，结果伫初2早起发现水中有油料泄出来情形，马上通报海岸防卫队。目前的处理方式，除了伫水面以燃油锁防止油污脱开，搁设法清除污染物。水面下骹油管当中的油料也先抽打，方便后续调查。The pipeline was suctioned at both ends to kind of keep all the crude out of the pipeline. There wasn't a lot of crude in the pipeline, but like I said, we have tried to keep everything obviously from being able to go to the source. And like I said, that's what we know at this time. Is it still estimated 126,000 gallons or more? I don't expect it to be more. That's the capacity of the entire pipeline. 当地卫生官员也提醒民众，这段时间避免去海边做任何的水上活动，沙坡顶悬的群组也要避免。虽然这不是加州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漏油事件，不过伫民主党全面掌控加州行政甲立法权之下，州政府高调宣布，要伫2045年进前结束加州所有陆地甲海上的石油甲天然气的作业。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辑。在咧今年第2季的统计内面，发现到全国891万间厝，时间拢是超过30年以上。特别是在咧台北市内面，30栋以上的厝就占超过7成。
台湾毋但人口走向高龄化，连厝嘛是共款。根据今年第二季房屋税值徛个厝前起好到达时间的统计，全国有891万间厝，超过30年以上的厝有要450万间，占50.4%，是有统计记录以来头一届超过一半。因若6都当中有3都旧厝超过5成，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旧厝是超过7成。目前我们是今年在这一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那前面当然确实是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我们的更新的速度，或者大家讲要去获取利益，不愿意更新的这种心态，其实都还没有去调整，所以造成我们的房子越来越老旧，大家居住品质越来越差。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隐忧的地方。学者张金国讲出伊烦恼的所在，嘛讲到除了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的品质才是重点。也若台北市的土地因为真早就开发，所以都市更新的速度是赶袂赴这厝一年比一年还佫较久的速度。因为台北市它比较缺乏大型的重划区，所以它新房子供给很少。那正常来讲，屋龄的话每年都会老化1岁的一个状况下，那新的供给没有赶快上来，那其实整个都市的一个老化速度是没办法减缓。以这种所谓更新的政策来说的话，中央应该是鞭子跟这个萝卜一起来去做双向的一个我们说是双向的一个执行，那可能效益会比较好。这几年政府真拼死伫推销都市更新，还佫有危险甲较旧的建筑的重建。不过业者认为讲，商品都爱拢有要求，袂当干那有用这奖励，煞无要求厝主都爱负起依护徛家厝居住安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咧住的厝若阵伤过旧就危险。根据调查，台北地区危险老建筑登记比都市更新的数量是佫较侪。有专家表示讲，危险老建筑登记土地无限制，也毋免审查，颠倒是都市更新拢爱拖真久。一寡建筑废弃无怪手当伫整理。台北市敦化北路中村路口一块原本是砖路大楼，已经拆除完成。即马透过危险老旧建筑条例准备改建。另外，南京东路5段过去的肉饭店，即马嘛拆除整地完，工班已经伫拍地基，也是透过危老条例。即马地主甲建商合作，准备打造24层楼悬国际酒店的公寓。看都更条例改建一个等都是10多年，有人甚至超过40年。因为爱等遮久，为咗老旧公寓的住户，最后选择放弃。那时候有办过，就是前后栋要整合起来做都更，所以而且我们还要待8年到10年的时间，速度很慢。4年前，大台北地区都更推案量是1035亿，也不过危老条例实施了后，4年来一直成长。根据自典杂志的调查，今年截至9月15，大台北都更推案量是852亿，危老推案量是冲关到854亿，那超过去年全年，更超过都更的推案量。危老他如果屋主愿意等的话，他这个价格至少一定是涨幅5成以上。比较危老条例甲都市更新条例，主要危老条例面积无限制，都更条例改建面积有限制，至少都爱1000至1500平方公尺。另外，上较重要就是审议停书地，无需要都市设计审议，上近1个月内就当完成。不过，专家是讲，小基地可能出现抓片厝，还是跌损厝，影响到启用。因为危老它的基地普遍的比较小，又因为有容积奖励的关系，可以盖比较高的楼层，所以它盖好的新建物，很多新建物都出现那种竹笋屋或者纸片屋、薄片屋的一个状况。不过，危险老旧建筑因为用着奖励面壳、天数简单的优势，准公需要100%，所有权人同意，也是出现白钱多建的效应，变作是老旧重建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中医药研究所所发明的一个汉药清冠1号，也发现讲对付这个变种病毒是真有效果。在今年5月疫情严重时阵，也佫调整新的配方，做出清冠2号，针对着重症、细胞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有真大改善效果，也互死亡率减少1半以上。由板蓝根草素草等10种中药材组成的中药复方清冠1号，去年由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甲真济间病院临床试验成功治疗21个新冠肺炎患者。今年5月，佫通过国内紧急使用授权，温准专案许可制作。
上新的研究发现，新冠1号不只是对抗原始武汉株有效，对抗南非株、贝塔加印度Delta变异株效果更较好。银花、连翘啊、板蓝根之类的，它清热解毒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刚刚进入咽喉的病毒都有一个非常的很好的保护效果。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表示，新冠病毒入侵人体了后，病毒分两倍，爱甲人体细胞膜顶缘 ACE2 结合，新冠1号因压制两者结合，就亲像伫锁匙顶缘黏手人家影响开锁共款，减少对人体危害。今年5月疫情大爆发了后，进一步改良配方，研发出新冠2号，有效改善重症患者肺部纤维化等后遗症。初步临床发现，死亡率下降5成。我们也用了，就是做一些处方的改良，好，那也给了这个清冠2号。那目前看起来，清冠2号呢，对于呢这个所谓的重症的死亡的比例呢，可以下降1半。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国内授权北京 GMP 中药厂制造清冠1号，未来会以摕到正式药证为目标。另外，清冠2号的新配方甲临床实验者的数据，按算伫10月2日，伫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研讨会顶悬发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嘉定啊湿地入秋了后，会发现到真侪罕见的大鸟来到台湾过冬，也因为台湾的环境真适合大鸟才会来，其中也有真特殊的指路，赶紧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拄则食到鱼仔的指路，开始伫草坡仔行来行去。指路毋但有真长的颔棍，实果是紫灰色，嘛叫草路，也是花蛙子。伊是对罗西亚飞来的大鸟，伫南部真罕见。最近却出现伫嘉定仔湿地，听说鸟仔的人数拢真欢喜。较早看拢2-3只尔，我发现的是有5只啦。伊一个家族来，伊拢会分因家己的地盘，伫觅食，伫掠鱼啊。毋但逐工拢会看到指路伫草坡仔佚佗，正嘛发现彩环，伊是全世界罕见的鸟仔。嘉定仔湿地头一摆记录，因为愈来愈侪大鸟出现，即马逐工拢有真侪人专工来翕鸟仔。水非常的充沛，草原嘛是足水，所以会吸引一寡足稀有的鸟种来，比如讲像雌鹿，这嘛是咱今年都记录到，啊，搁来就是这2天记录到彩环。入秋过后，就是看大鸟的季节。永安湿地顶月底嘛出现3只乌面腊杯，去年伫嘉定仔甲永安拢总出现400只乌面腊杯，数量是新纪录。看到遮尔侪大鸟陆续报道，听说鸟仔人数期待今年数量会更较侪。记者邓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伫咧顶年7月，伫咧台东有掠到一只台湾乌鸫，也甲伊号名做穆拉斯。经过照顾了后，也甲伊顺利野放。到当时间也已经过1年啊。林务局今仔日用纪录片的方式公布野放的过程，也互民众了解到保育甲动物救援的重要性。透过找食训练，台湾乌鸫穆拉斯慢慢学会找食技巧，佮加上并无袂记哩爬壁的能力，伊也慢慢恢复本性。去年7月，穆拉斯伫台东公园部落vùng发现，经过林务局台东林管处这个单位的努力，透过10个月照顾甲训练，专家评估了后认为会当野放，就放伊重新登去森林。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监控它的健康状态啊，然后对于它的野化训练，然后甚至帮它做一些陌生人的驱避训练，让它回到野外的时候是不会跟人是亲近的，是有好，就是不会有太亲密的连结在。有兽医小心照顾，穆拉斯喂风发现的时阵4公斤，大甲42公斤。伊野放的时阵特别挂卫星追踪的暗箍，传回的信号变作是咱台湾头一只乌鸫野放登记活动的珍贵生态资料。穆拉斯它在这1年中大概有个路线我们可以很快看到一开始做很大的一个扩展，之后呢非常密集的集中活动在一个区域，在这整整的追踪了405天的过程之中，有4374的 GPS 的定位。它的成功率呢，将近186%。我们都一直持续在筹备这些工作，希望我们做最好的准备，让所有当黑熊有需要做救援或照养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最有效率的方式
最快的方法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林务局用纪录片的方式公布这段珍贵的过程，透过追踪暗库团会的信号，让民众了解台湾乌熊野放者的工作的困难，也了解保育甲动物救援的重要性，也会当作未来乌熊保育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你有偌久的时间无写批，或者是收到别人写互你的批，用手写的批，甲用拍信息的这温度是无共款的。伫咧2018年，绿岛的海底有设一个世界上界深的海底游塘，有真侪游客专工来到这，为着要耍畅水，顺线寄批。最近绿岛搁再增加一个海底含一个海边的游塘，希望城遮的游客来到这佚佗，也会当寄批互朋友，表达因的心意。绿岛石浪海底11.5公尺深的岛顶海北游塘，3年前启用，即马正做真侪创作人爱去的海底景点，为这寄批。这个月，台东县政府甲绿岛乡公所各地查考海底6.4公尺深，各装一个高水的演习造型的海底游塘。初三下晡正式启用，而且是用海底装一个，海部地也装一个无柱演习游塘设计，提供无方便畅水游客行落海，就用将批寄出去。因为他平常是喜欢跟潜客互动，那我希望说，透过这个互动的想法，带给大家快乐的气氛。母子油桶的这个概念，就在我们在岸边，小朋友涉个海水涉水就可以投币。这是台东县政府向中央争取570万来发展绿岛的特色观光。县府统计，自从推出世界上深的岛顶海北游塘以来，都卖出超过4万张的风水明信片，创造畅水观光产值超过1亿。不过受限海上，因畅水寄批时间有限，即马这新增的演习无助海底游塘未受天气影响，一年通天拢用寄批。记者综合报道。有的人讲，这个食鱼，那准是食沙目鱼，因为有真侪幼刺，食起来真晦气。不过有的人认为讲，这沙目仔食起来是真有滋味。伫咧家己关着一个画红仔册画家，因为家己爱食鱼仔，所以用花香青莲饲沙目鱼的故事，画出台湾第一套用鱼夹做主题红仔册。画家表示讲，希望透过笑诼故事，互大家轻松看，内容要有实的知识，趁机会了解到鱼夹环境。专心伫电脑顶面画图，这一张一张的红仔图，是咧讲北部青年倒来家己沿海饲沙目鱼的故事。作者开动棒的时间，为饲鱼仔开始调查核心，哪学哪画，画出趣味的鱼仔产业。读者看了他会觉得很轻松、很愉快，那也可以，同时呢，他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关于养殖的知识，那还有我们台湾就是水产业的一些发展。因为爱食鱼仔，才想要来画鱼仔的故事，但是想要了解这个环境，敢若爱食鱼仔阁无够。所以，定定来到东石甲布袋访问渔民，想要把鱼仔拄到的问题甲知识完整画出来，变成漫画去把它展现出来，会让年轻人比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在学习的上面会变得比较简单。作者表示，故事虽然是家己想出来的，但是册内底用实的知识，拢有向渔民一项一项来请教。希望这套红仔册会当互人了解渔业的实际情况，嘛会当重视产地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真侪公园伫咧整理树仔的时阵，拢直接对这个树枝甲锯掉。南投埔里的公所最近因是改变方式，配合树形来修剪，也希望讲甲这款修剪的方式推广出去，互各地头的公园环境会当愈来愈舒适。日头赤炎炎，公园内底有几排树荫，互时大早日头晓亮。南投埔里镇的长寿公园，过去咧修剪树仔的时阵，拢直接为树身记好灯，毋但无好看，阁无黄通早，也破坏树仔的结构。公所即马配合树形，干那修剪部分树枝仔甲叶仔，效果互民众拢真满意。较早你若讲我说这树仔修剪掉咧，还未发的时阵啊吼，因拢压迄个雨伞，但是即马像安尼就毋免啦吼，因伫树仔骹会当。伫遮乘凉吼，过去咱咧修剪这树木吼，拢用断头式的方法，即摆咱用安尼吼随修整式吼走开吼应当是比过去吼更加会让互大家接受。公所人员当日无用清理山溪内底树枝甲叶仔，避免囡仔佚佗的时阵着伤。北门公园最近拄完成的热雨病，毋但减少落叶的状况，嘛互民众毋免阁惊拍日。
进前就是讲伊的树苗会落落来吼，啊，今日一算吼去讲着吼，热天时啊吼会足热的吼，啊，咱即个也有甲即个挂扛起来了后吼，都囡仔一只吼佚佗的时，啊，你这生沙的时较袂热吼。公所这款友善公园设施环境的做法，民众拢真支持，也拢真娱乐，也希望未来公共设施拢会当采用这款方式来维护。店长也表示，公所会全力来改善，希望社区居民拢会当做伙维护环境清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到咱的台湾，公共电视对即麦开始有推出一个 YouTube 频道，或者 PTS World Taiwan， 是全英语的频道，而且这内面也有公司家己的节目和戏剧，而且也有真侪语言的配音，希望把咱台湾的水推广出去。2、1，请启动。这一次开始，公共电视 YouTube 频道有新的 PTS World Taiwan， 即马开始正式上线。初期已经放超过100点钟的纪录片、新闻，也甲囡仔的节目多元节目。中午12点，从淡水骑车到三。以厝的人故事做主题的真人实景节目，受到国内观众真喜意。再加上英语的服务了后，国外朋友嘛当轻松观赏。公共电视招牌儿童节目《水果冰淇淋》，制作团队找专人配越南语版，未来也会持续更新节目。公司开台23年，累积袂少双语字幕的节目，抓准新媒体这个潮流。公司希望未来这部的节目会当更加国际化，透过这个新的 YouTube 频道，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未来原来无定期刻画台湾特色的经典直播。本来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国家的电视哈，他要看到的全方面、全方位的，它不只是商业而已哈。它有可能文化，特别是偏重文化部分，我觉得很需要被国际上看到。在实体的世界上面，我还受到一些限制嘛。但我现在透过我们 PTS World Taiwan，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到全世界。然后也不用戴口罩，对不对？然后全部人都看得到。公司表示，新频道当地规划主题7点，借由社区媒体甲观众互动，讨论全球时事议题，来带动台湾甲世界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也阁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